来。你讲我逐礼拜哦，拢做期待这工的啦。安怎讲啦？对啊，因为阮就是要去找这有美感的代志嘛，对无？对哦，逐礼拜就要找找美丽啦。对啊，你知影阮这边的这主题是啥？当然嘛知，看这青茶就知影，对无？啊，青茶嘛。就问一下，你这书是啥物款的主题啊？我这是身高甲平常时啊穿啊较无共款，淡薄仔正式嘿，互人看起来足正经的，但是佫淡薄仔缘投。真的呢，你无讲我拢感觉你敢若要去找头路。你好，嘿，先生几位，嘿，无啦，有位无？讲真的啦，我是吼足好奇讲即摆的人啊，唔知影讲大家对迄青茶哦有啥物款的概念，迄因的美感拢是啥？对，我嘛足好奇。对啊。大家人想法唔知啥吼。我来去看卖问者。好啊，行。问看卖。遐两个妹妹，妹妹，哎，小姐，拍谁？你好。你好，你要去倒位？你看迄胖就好，感觉就好食。哎，郑文姐，妹妹两个足少年的，你个是学生吗？嘿，我是大学生。哦，大学生啦，做青春的呢。即摆是拄好咧设计就对啊啦。哦，我想要问一下吼，亲像恁即摆大学生啊，恁个这青茶吼，恁有特别去学倒位安尼学恁这穿搭无？阮一般拢会看网络顶头，就是看一寡家己介意的艺人啊，然后因穿的感觉袂歹，然后会去学安尼。若有啥物较重大的活动啊，我就会穿甲好看。哦，安尼，若亲像一般恁咧青茶的时阵，你拢会较注意是倒一个部分啊？爱互家己的就是比例会较好一点。哦，袂使穿起来感觉讲看起来就矮，也是看起来就大箍安尼。哦，你咧？我应该是看我要去倒，倒看我有啥物衫去搭配。哦，真正就有概念。好，安尼。了解啊。了解啊，多谢恁两个咧，吼。好。那我觉得让我上。对啊，你好。你好，你咧食过哦？哦，系啊。是想要甲你问一下哦，因为阮咧研究讲吼，大家迄青茶啦，亲像你一般啊，伫咧你的这衫肚内底吼，你的衫敢有做？做哦。哦，真多哦。外套大概就30件了吧。哇。查某囡仔安尼足多呢。但我有穿得很少。哦。你刚刚外国人跟咱台湾人青茶无共款的手法。他们的体格也很适合随便搭，行动大家都很舒服。好，安尼好，安尼卖交叉你设计。多谢你。呀。哎，遐刚好一个这个青茶的。哎。你好。歹势，甲你小杂做，这青茶有够好看的。对啊。就问一下，因为啊，你穿起来吼足有型的，你平常时拢是做安尼的造型哦？嘿，都差不多。哦，真的哦。就好奇你平常时是做啥物职业的？那会遮搞穿衫？我是伫服饰店上班。无怪哦。怪哦，真正是。你感觉阮两个人的青茶安怎？感觉你穿了就好看，就是有同款的元素去搭配啊。譬如讲哪些？哪些？丹宁啊，角色啊。有啊，布安尼。哦。你感觉我咧？感觉我就想要业务迄种。哦，业务啦。就是较正式。较正式。我看你啊，其实有足侪足好看的一寡配件安尼啦。这就是较早迄种印第安、北美、墨西哥。亲像你的手指啊啥嘛，拢挂甲足古锥的呢，足济的呢。我介意这种小物啊。真的哦，你感觉青茶会用个代表啥？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哦，一个人的个性。有心情啊，还有。比如讲，今日要去做煮啥？好。妹妹这鞋啊嘛是淡薄做迄种古的。嬉皮风，古安尼。还有这配件吼，你看伊的这个卡棒，哇，嘛甲一般人拢无共款。对啊。最高青茶的。对啊，要甲你好好学习。哦，谢谢哦，歹势甲你扎做，谢谢。是安怎啊？坐较轻松的啦。无啦，即摆咧问我遮侪人了，我开始对我这青茶开始无自信啊！你。我感觉你安尼嘛是真好啊，就是迄签约一定会对啦。毋过吼，咱真正要来培养这个青菜这个美感，即摆好好教我哋教这种物件。讲实在，即摆学校佫真正有咧教这呢。是哦。是啊。无你甲带我去上课者，我感觉我爱直上课。好啦。
要先认识自己的身材，知道自己的比例之后呢，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用比例去调整。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们喜欢的偶像，好，那他的穿搭，如果这个穿搭是你喜欢的，我们来研究看看他穿搭当中的比例秘密哦。好，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明星呢贴在这个位置，好，然后呢可以用尺呢去找他衣服上面呢重要的横切面。那可以把它延伸出来，画在旁边空白的区域上。那就是利用观察我们喜欢的穿搭呢，来找到你喜欢的穿搭当中到底有什么比例上的秘密。老师，所以我若是定定咧看书，若是看到我介意的迄种清查的方式，我就使用安尼，吼，家己起来讲伊是安怎迄比例。好，大家拢会好啊吼。嘿，会好。来，咱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服装切面。好，来，咱把揪微微啊来看这张线。先忽略它的颜色，感受一下看一下你的那个明星的照片，把它上面的颜色转换成黑白灰，然后画在旁边的格子里。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黑白灰在人物身上的比例关系。安尼，嘿，对，嘿，好，安尼我要知影这目的是啥？哦，那你就会发现，哎，这样子的比例关系是我喜欢的。那你就会发现，哎，这样子的人物，你喜欢的明星这样穿，这样会是一个让人家喜欢的比例关系。安尼，咱就使为咱适合咱身材这个比例，用这个方式去找衫就较好找啦。了解。啊，所以这个明星的照片只是一个引导，就是前面引起大家的动机。老师啊，这是什么物件哈？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服装比例在身材上的变化。等于是你这个人的缩小啦。我们手上有这个黑白灰三色，如果你先想要放鞋子的颜色，那你可以把从底下这边放上去。鞋啊是用黑色的哦。都可以自己调整。哦，看你要用了用拢会使。重点放在比例的部分。哦，所以讲，敢若用这三种色，啊，毋过上重要的，迄重点是要来看伊的比例就对啊。嘿，好，啊，毋过我若是这三种色要放伫个倒一个所在，拢会用的。嘿，拢会使，所以你的裤嘛会使是白色的。我买一个白裤、黑衫，是的。那你可以想说，如果我想要一个深色的鞋子，那我就可以把这个黑色的卡纸从底下这边塞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鞋子的颜色。衣服跟裤子，或者衣服跟裙子的话，我可以2张卡纸同时放进中间这个空的地方。那上面这张就会是上衣，下面那张就会是裤子跟裙子。那么它这样就可以调整。对呢，迄比例伫顶光看来就清楚诶。我今晚在刚刚在生迄芭比娃娃嘞。所以呢，透过这个操作这个小道具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因为如果你要换衣服，你得要一直穿脱。对哦。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小道具，我们就可以很及时、快速的在这个小卡纸上面，这个小人上面看到你的袜子的高度对这个整个人的感受上面产生了差别。那你就是调整到一个你觉得这样子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我满意的比例关系，我们就可以把它先画下来。或者是你等一下就可以按照自己觉得满意的这个比例关系去拿真实的衣服穿看，那看这样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其实老师用这比例卡的时阵，就在看得出吼，这身材这个美感，这个比例，对不？你参像共款这制服，这大家人穿的比例无共款，身材拢无共款。敢若是呢吼。其实我感觉你的制服穿起来就适合的咧。你讲妹妹哦。对啊，你会使徛起来我看一下。哦，老师，参像讲啊，你即马就是要教讲，学生用的这制服啊，会使安怎穿更较好看，对无？啊，那参像这位同学，伊应该会用的安怎一点仔调整，就改善，更较好看。我们的横切面切下去的地方呢，会是你的视觉焦点。所以如果我们切在这么低的话，你整个身材的比例的焦点都会往下拉。那就算再怎么改短，我们腰线也还在这么高嘛，对不对？所以有另外一个方式呢，是除了衣服改短之外呢，这个衣服如果可以拉出腰线，或是拉出腰身，那也会让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地方是腰，那它的横切面就会向上移动，那这件衣服就会比较好看，你的身材比例就会比较好。你拄安尼啊，到底你的上课你有学习到啥？就是颜色的分配跟穿衣服的比例。就可能衣服穿比较短，然后裤子穿很长的，就可以显腿很长。哎呦，
有去学到。啊，你平常时敢真正是有咧看一寡你介意的偶像啊，那咧学因咧清茶？有啊，真的哦。有啊啊，你讲介一下。我拢看李多惠，你多会哦，真够水。就拢拉对啦。伊穿衫穿起来就好看的。嘿是，啊，你会去学伊穿衫安尼，穿伫你家己身躯顶安尼。对啊，哦，啊，感觉看起来拢同款吗？还是有当时看起来感觉怪怪？差一点啊。差一点嘛差几丝啊？今仔日都过来后日你都无差。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比例小人怎么使用了，那我们也把我们喜欢的比例画在学习单上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自由创作喽。老师谢谢哦，这比例卡真正有够厉害的，哇！我规拢就了解我的比例啊。嘿，老师，我感觉你真正就有心的呢。你专工用这种比例卡，伫咧课程顶悬哦，要来教学生啊，这种清茶的美感。啊，当初是哪会有这种想法啊？因为学生从小都穿制服，然后很少会去思考这个穿搭比例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就很希望说有一堂课可以让他们试着去知道比例要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穿搭上，希望能够训练让学生对比例有感觉。其实真正是安尼啊，学校若是发互你啥物衫，啊，毋管是啥物款的迄寸袖，啊，有当时啊，迄阿嬷还是妈妈，佫会讲啊，买较大领，买较大领的，直接安尼穿的就好啊。啊，毋过嘛袂去感觉讲爱安怎才好看。通常女生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比例，那会有学生跟我讲说，哦，原来我不是就是只是穿的越短越好，那我要知道说我的裙子要切在我身材的，比如说膝盖的上下，可以让我更显瘦。那也有学生说，那我不想要显瘦，我想要看起来可爱，那我就可以把比例切在，比如小腿肚，那你就可以整个身材比例就会向下降一点，你就会看起来更可爱。那或者是男生他想要显壮，那我就可以去强调我的肩膀宽，或者是把我的这个袜子或者裤子切在这个比如说小腿的部分，那就可以让自己的小腿看起来比较壮。为在清茶，你其实为细汉时阵就开始培养这种比例，大汉了愈穿愈好看。系啊，另外一种讲法吼是讲你对你家己的更较了解。嘿，我嘛会知影讲，其实我介意啥，啊，佮有我适合啥。那其实调整比例并不能让我们就瞬间变胖或变瘦，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那种很些微的视觉上的这个差异或感受。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调整比例的方式来达到你自己想要调整的那个效果，那创造自己想要的个人风格。对啊，哦，原来是安尼。用这个去陪较紧啊。嘿啦，用心良苦啊。对啊，辛苦啊。感谢。啊，这做我早等去啦。家己做啦。所以讲哦，这清茶迄比例哦，其实真正介重要的哦。对啊，但是老师教我教讲比例要安怎穿，但是我嘛是唔知影讲，比如讲你要安怎配色啊，安怎组合，看起来更较缘投，更较瘦，啊，有无看起来更较嘉义话呢？我有熟悉一位老师哦，等下去甲伊请教者。这位老师会教阮教讲安怎穿啊，看起来较悬，啊，搁较瘦。而且啦，唔是咧讲，迄清茶若是穿对啊，都压一半啦。安尼我需要，互我较缘投的啦，嘿啦，阮某看安尼较袂看到我较袂生气啦，嘿啦。第二家，哇，嘿，今天不能真适合我呢。会使这会使刺青节。哇，刺青姐，好，多谢多谢。谢谢，我你看，请讲啦。Hello，嗨，欢迎光临。啊，无看到伟伟？喂喂，好啊喂，老师拢来啊呢。老师你来啊！哎，伟伟，哇，你真水着。这书真正就好看的。我拄好换的啦。哦，这样吼，做有型的啊。我想讲吼，这件衫啊，敢若是甲我算讲是适配，啊，毋过我就咧想讲，我这裤敢若你这啊吼，面顶身咱穿较跨身的，啊，下骹咱来换一领吼，较缩起来，较合适的，裤，来试看卖好不好？哦，安尼哦。来，伟伟，咱来试看卖这领裤好不好？哎，
你去看卖。啊，老师，我即马去清查，哎，会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身躯有啥物会使改良还是改善的所在无？你今仔日真正衫吼，诶，设计啊吼，都是啊吼，拄啊，互你看起来人较悬。诶，真的哦。嘿，对。设计咧倒啊？嘿，第一只哈，你这个 logo 的所在，就是较悬的所在。啊，人啊吼，会注意重点伫个面顶，人看起来就较悬较无落。怪，我今日拄拄啊好，就是穿这 mark 的顶悬的，所以看起来足悬的。对。喂喂嘛偌好啊！喂，你身材这么好着？都是啊，呢。咱啊吼身材好啊吼，对啊吼，会使穿较舒的衫。啊，毋过啊吼，咱有当时啊对咱的身材无遐尼自信的时阵啊吼，咱的衫会使啊吼有寡春秋。把你真正是较阔啦，啊伊真正吼是啊吼较下舒，咱会使啊吼，改平均一下，衫啊吼跨度会使啊吼，拄拄啊好就好，拄拄啊好。拄拄啊好的意思就是讲啊吼，咱的裤边啊吼，这个啊吼，诶春秋啊吼，唔好伤济，平常时咱是啊吼，捏出啊吼2.5公分就好啊啦。差不多2.5公分。哎，对。因为我一般啊咧穿衫的时阵哦，我会感觉穿这种较下身的裤啊，我会较无自信，因为我感觉我虽然讲哦较散散啦，啊，毋过我无啥物较长吧。真正设计的衫拢有啊，面头前较短，后壁较长，是啊后壁的呀吼，小可甲咱的脚穿不嘿，好。就甲我的一寡缺点安尼，嘿拄啊好杂掉哎，的，炸掉的。啊，咱若想要啊吼，咱的脚骨较长，吼，啊骨较有型的，咱来试看卖换一双啊吼马靴好无？哦，来，咱来试看卖。穿马靴，好，安尼我试穿一下。哇！哎，我直接涂，穿这旧的，敢若无啥掉。脚啊变较长1公分，你就会省1公斤哦。是哦。哦，你看，微微穿这双马靴啊吼，马上宽啊吼有10公分，你啊吼比原本的身材会啊吼省啊10公斤。看起来佫较抽悬，嘿，穿一个衫其实调整一寡所在吼，都会互规个人的迄型看起来拢无共款啊。安尼是较巧的穿衫的。了解。而且参像阮这种查甫就要穿这种有 logo 的，啊老师头拄仔甲我讲一寡美感，我就知影，迄 logo 爱伫顶我有悬。听到，伊拄仔甲你教讲迄 logo 的迄部嘛，我才知影是安怎吼。有一摆我买迄衫啊，伊只就一碗饭啊，啊只一杯茶，互阮爸爸，阮爸爸的巴肚足大坑呢。结果伊直甲我嫌讲迄领衫，互伊看起来巴肚佫较大坑啊，原来是因为安尼。好啊，老师都谢你呢。我这安尼规个人穿起来，我感觉就有自信呢。足水的真正就呢，是身材好就爱穿哦好。多谢。哇，一个早起人来哦，过学习也足多呢。哎，对啊，哎，其实我感觉哦，大家对这穿插，其实拢知影讲哦，哎，啥物款穿插安尼是好看的，啥物是家己介意的。毋过哦，是毋是真正适合家己，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其实咱伫啥物场所啊，做啥物职业，爱穿啥物衫，这嘛是爱继续学习的。所以我感觉哦，这上重要的是爱对家己的了解。无怪老师啊，为迄学生啊，就开始教你安怎穿插的比例，对，迄老师嘛就厉害。穿插介重要。喂喂，你看，咱即摆应该了解吼，穿插对一个人有偌重要。但是你看哦，一年有365天，你要安怎逐工拢穿了好看，这嘛是一个重点嘛，对吧？哎，你讲话这是真的嘞，而且即摆阮的人吼，拢已经做爸爸妈妈，啊囡仔要安怎穿啊，安怎装，这嘛是介重要的。你看，若是装甲安尼水水啊，古水哦，迄看起来就安尼啊，心情就好。啊，带去倒位，大家拢看到恁囝哦，足够穿，拢足欢喜的。系啊。哎，我知影有一个吼，算讲伫网络顶悬一个阿祖级哦，足够穿插的老师啊。哦，伊规家伙拢足够穿的，爸爸本人啊，还有妈妈、因某啦，还有因囝，哦，拢足够穿。安尼哦。大家拢有翕一寡迄穿插影片，还有相片伫网络顶悬。
无我即马我甲讲一下，看会有。哎，联络一下啊。问看卖看安怎清查，甲请教一下啦。好。对啦，阮约好即个伫东区即间店嘛。哦。可能当咧选衫会看。哇。等下。哎，阿俊啊。哎，你好。哎，是你哦，你好。你是啥啊？不是，我定定伫咧迄网络顶管咧看伊的影片啦，啊，搁恁传家会啊，早叫有够水的啦。哎，即马算讲是一个粉丝见面会呢。你是熟悉伊哦？哎呀，我网友啦，网友啦，对。我嘛其实就好奇，你是安怎对啥物时阵开始注重这清茶？哦，伫我大学时阵，我迄时阵就是因为要开始打扮嘛，拢是学别人穿嘛。对啦，模仿别人。对，模仿别人。那迄时阵，我高中的时阵是流行迄嘻哈，跨跨的裤，跨迄种。对，那我都安尼穿去大学嘛。那我大学老师就看呢，准诶，我感觉你安尼穿无你的扮呢，我真好劲。啥物叫家己的扮？那么感觉我会使试别的。风格的，无共款的即寡清茶。对，我就安尼开始试，然后就开始找到家己的风格。哎啊，准遮衫真正拢百种，我规目睭拢灰灰呢，到底是要安怎配啊？模仿开始嘛，然后开始学习，再内化。对啊，是像我家己啦，拄开始先。我真介木村拓哉，对啦，木村拓哉伊拢爱穿丹宁嘛，了就知啥物适合我，啥物我穿唔对，然后就变我家己的物件。对，我是安尼开始的。啊，毋过吼，啊知影讲啥物适合你，啊啥物穿起来吼，敢若怪怪，这嘛是爱有淡薄仔美感才知影呢。对啊，你讲为模仿以外，佫有啥物撇步啊？拄开始穿茶的人，我拢会建议啦，你先穿比较基本的、基础的款式。基本的是多一种？像这种乌色，素面的。对啊，素啊。对，安尼穿就真简单，下骹背牛仔裤。是。对，我你看，今日安尼。会安尼穿，对啊，你嘛黑色哦，配牛仔裤，对呢，我看嘛就瘦的呢。对，啊，我看过有你迄。对啊，这种诶，白色吼，很素的、简单的基本款呢。是。看起来清气。安尼配嘛真好看。哎，对，你看，参像你今日就白色配牛仔裤嘛，好配简单。后壁你就是准备一个牛仔套。那有是讲安尼大工穿，拢袂感觉怪怪的产品，对吧？哎，安尼老师即摆讲的，我感觉有分数呢。我拄啊好有啊布啊配乌衫安尼。对呢，就是上基本的配法。是啊。安全好看。安全啊。那搁一个帽啊，把颜色带出来。哦，是，安尼会用的啦。会用的。哇，你搞配哦。拄啊好。黑白灰上基本的嘛。那你身躯上侪莫超过3个色。哎对，我就是有印象讲人咧讲，就是你身躯顶吼莫超过3个色。啊，若无就是爱足侪色的。啊，你若无足侪色的，你就是3个色。对。啊，敢我有啥物撇步？我拢会建议你拄开始穿茶时，你一定要注意 TPO。T 嘛 time， 就时间。那 P 是要去倒位。那就 occasion， 你要去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哦。对。P 就 place 啦。对。啥物所在？对。你甲这3个拢会记咧，你就知今日要安怎穿。我今日3个完全拢甲你教嘛，然后我来甲你考试好无？你去上班，我上班，然后寒天，然后落雨天，落雨天，寒天佮落雨，然后你要安怎穿？安尼我想讲，我去已经洗一下。来，开始。我即马吼要去上班，啊即马外口落雨，啊我即马要去公司，所以我即马穿我这平常时啊这西装裤，啊个这防雨的外套，啊个一个上班的目镜，假认真，看卖啊！好啊，要上班啊！巴蒂啊，穿这是啥物件？就是迄骑奥多麦的。
迄上班的拢是安尼，真济啦，真济大部分查某囡仔拢穿安尼。安尼足方便的啊。我行买楼顶悬，大家拢知我是咧上跳倒班。摆袂唔惊风。我是感觉会使换一下，甲你换一个，然后甲你风格加强一下。哎，老师帮你改一下。风格佫有使改者哦。会使啊，上班啊，落雨天，对嘛？那你裤会使换一领灯芯绒的裤子。因为我常常走外口啦。对啦。那你外套羽绒衣，我是感觉卖穿较好啦。啊，你讲对我来讲，卖穿对，是安怎讲？你看起来精显的，哦。没办法凸显你的身材。你好的身材拢对，看我说得到给金姐这种哎呦，外套，你那边试看哎，卖。我感觉安尼袂歹哦。啊，换好啊，老师，安尼敢袂使？哦，缘投呢？我嘛感觉规人拢无共款。你的比例变足好的呢。哎呀，规人看起来对啊，就有有啥？气质的。因为你奇怪，穿较合身呢，穿较合身呢。长版的比例，对哦，你包包安尼摕起来嘛是会使，对哦，你头毛稍微抓一下，然后甲你配一个，哦，你规人个会加分哦。是哦。来，试看卖下。哇有无？哇！哎，哇，真的呢你。这安尼就真正就感觉迄种日本的迄种上班族，嘿，对啊，就是感觉这个人就有风格，我足怕的。而且穿插真正足重要的呢。一个人迄气质完全拢无共款。无共款。所以老师，你安尼帮我解说一下，你的 TPO 是安怎？ TPO 嘛，拄仔毋是讲落雨天、嘿，寒天嘛，所以我家顶悬配一个会较防水的外套、长大衣。啊，这裤，这裤灯芯绒的，啊，冬天、寒天的布料，那鞋啊，甲你换这个防水的，然后搁好色，搁好这双好色。看啊，。亲像我穿安尼是即摆吼要去准备去上班，但是我平常时啊真正无穿安尼。我若是甲你考试一下，我想要去洗大鸡，家啊然后吼有淡薄仔流行，那天气咧，天气不哩啊好，你帮我经看卖者。哟，咻！哎，规个人拢无共款，嘿。规拢 colorful 起来安尼。那我猜你平常时是较介意去 outdoor 嘛，对啊，去户外佚佗嘛，所以我甲你配这种大地色系，较有你的列版。老师是安怎配啊？我拄仔头前有讲过嘛，身躯莫超过3个色嘛，会对，对嘛？那你有青色、红色，甲这个咖啡色，嘿。都以这3个色为原则，然后其他配件都用其他较细的颜色无要紧。有把握遮的完整啊，我感觉吼，佫有一个上重要的，就是你家己穿起来爱舒适，对哦。嘿，就是感觉讲，哎，足自在啊，对袂安尼就耐用吼。拄开始穿菜的人上重要的就是你有当时变化伤济，哦，你穿起来就家腰的。对，而且规个信心拢无去。对，穿衫都要有信心，真重要。你一定要平常时你介意啥，你都要去穿看卖。那你穿的才知影敢有适合家己嘛？无适合的你就莫穿。那你介意的适合的你就会使往迄个方向会再去穿嘛。为模仿了就开始一直试出家己的型，家己好看的。后来就内化，就变成家己的型，就是安尼啊。安尼知影，啊，不过我因为我看迄网络顶悬哦，你拢是恁兜安尼规家伙啊，4个人穿起来，配起来拢足好看的，亲子穿搭对，啊是毋是甲阮加一个？无问题啊。哎，咱老师讲要教阮穿茶，结果招阮出来，家己伫遐耍平板。对啊，我要互恁看亲子穿搭。是哦，我亲自穿在厝诶看到，伫你店来看，然后创叫来外口看。你无恁平常时带囡仔拢去倒去佚佗？平常时哦，我就带伊去公园啊，啊无再就来遮啦，骑迄脚踏车。对啊，去步花边啊，骑铁马啊，去动物园啊。是适合吗？对吼。对啊。哦，你安尼用心良苦哦。恁感受这个环境，然后来学习亲子穿搭。啊，你要互阮看一个哦。来，然后小刷起来。教阮太太啦，啊，拢是安尼啊。对，这里就够最对啊！我伫咧网络顶悬哦，就是看因安尼规家伙穿啊4个人吼，哦，拢配甲足高水。嘛是掌握
宾馆讲的遐重点嘛，TPO， 那阮先把风格确定，那去外口佚佗嘛，是较轻松的，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元素，对不？跟图案。等于讲恁3+1这个配色拢有配到。对对。那有当时啊，你看迄小朋友，恁若是穿较什么漫威啦，对，有卡通的。有当时啊，大人穿安做家己学的。还是。对，你嘛会使拣家己较介意的图案，边管，然后颜色配合好，可以掠伊边管的一个颜色。掠囡仔顶外配色落去配。对，然后家己呼应。譬如讲伊穿红色的钢铁人迄种的，对，迄种我就会使穿红色的介配。有红的色水伫咧衫顶管的对啊。对啊，会使用色水去配。是，我若问吼，若是讲阮4个人，阮一家伙啊吼，都是同款的衫，我会用安怎配去甲伊配甲讲，这4个人虽然讲是穿同款的，毋过无同款的风格安尼。简单嘛，内底一领衫是大家人拢同款。那你半口的外套啊、裤啊，会使配无同款的啊。就是你是内底迄领衫图案的互相呼应，那外面的颜色风格会使无同款啊。有的可能就外套啦，牛仔裤，有的就背心啊。对。因为安尼整体看起来嘛是感觉是恁是一家伙啊。哇，这个阮小朋友的啊，这敢若。这恁囝的吼，敢若阮囝的衫同款，嘿。我赞的，那边互恁来看。是。直接安尼甲恁倒，安尼恁知啊是安怎看。嘿。牛仔裤甲牛仔衫是安尼吼。嘿。因为我平常是想爱穿这种牛仔，但是囡仔爱甲我穿同款的是伊。当下伫外口功能省，伊较歹活动嘛，较无方便，所以我就甲伊配一件，互伊较轻松的衬衫，然后内底配伊介意的图案的 T 恤，参像这种啊，嘛对，麦块的 T 恤，或者伊上爱蜘蛛人啊，是安怎的 T 恤伫内底，安尼对到我店馆的牛仔配，对，拄仔裤嘛是安尼，是。那我讲到麦块，就是我拄仔头前有讲过。就恁若想爱穿这种卡通的图案，对，就会啊。对啊，但是爸爸妈妈穿这就容易的。我就会使用边管的色，甲大人的衫配嘛，紫色、橘色、甲青色，安尼去配。就是讲咱的即摆安尼看起来，色拢差不多共款，袂讲突然间变做一个红的，安尼。安尼有时阵，比如讲爸爸妈妈唔知要安怎配，其实看囡仔，你就使知影安怎配色安尼。这是上简单的。你给我一个最好的 idea。就是一个和谐感，才袂拢4个人、3、4个人徛起来拢灰灰，就压杂。啊，无就是一模一样，敢若一个公司。制服，敢若穿制服。对啦。所以这种美感哦，这种穿插，真爱伫平常时啊，就要培养。我是想讲，是不是就爱迄培养吼，连迄囡仔伊的这美感嘛爱有。就是讲，这是真的。吼，伊是不是常常若看到讲爸爸妈妈，伊就是迄穿插衫吼，拢是穿啊亲像阿俊老师安尼，就有型的。所以可能伊嘛会想讲，伊想要甲爸爸同款。对，我有想到一个方式，敢若嘛会使，因为咱定定有时阵会去设计嘛。啊，若是咧设计，伫咧店面看迄 model 的穿插，嘛是会当。嘛是会使哦，你会使直接学迄 model 店馆的，安那穿，你嘛是可以模仿嘛。对诶，因为我有时阵去百货公司，我毋知要安怎穿，我就直接看迄 model 身躯穿的。对，这嘛是一个方式啦，一个模仿的方式。对。哦，了解。简单来讲，就是模仿。模仿啊，搁加老师迄个 TPO 啦 ，TPO 啦。看这风景这好啊！你规路拢咧变你的骹网，还是你去买卖啊？我甲你讲啊，我今日是甲恁囝咧谋福利。甲阮囝谋福利。今日做出来的物件哦，恁囝看到你一定会足欢喜的啊。是嘛？但阮囝买啊穿13号，你买这根本就33号，这根本就不是伊的 size 啊。哎呦，等下做出来你就知影啊。确定？对啊。真正是谋福利。真的啦，一定会足欢喜的，我甲你讲。
美亚老师。嗨，薇薇来啦！哎呀，还有特别哦，伊都咧讲我讲，我哪是安怎要炸遮侪梅啊？对哦，啊因为恁今日要用麦啊做红啊。无怪，我看内底足侪这种布红啊，拢是用麦仔做的。对，安尼咱来坐遮。好，哇，全部拢用麦仔做的红啊！对啊，就是各式各样的麦啊，大人、囡仔、婴儿拢会使。一箱麦仔就会使做遮侪物件。对。哦。规身躯拢有法度做起来哦。对，因为麦仔的弹性足大的呀。是。嘿。好，咱等下用一卡麦仔，用一卡肉色的麦仔开始做咱的身躯。啊，做好咱再来用其他的麦仔来做伊的配件，比如说讲你要做啥物衫的搭配啊，你要做裤啊，是要做裙啊，拢会使。咱等下用这卡麦啊，爱先甲冰冰。冰冰是因为咱等下要踮咧内底做记号，啊，你等下按内底开始加完，因为咱爱用这边来填完了，再甲冰过来。嘿呐，这是正面。哦，我有看到你有做这的记号，啊，这的记号是伊这娃娃的倒位。一卡麦啊，就会使做伊的头，嘿，甲伊的身躯，佮伊的手，所以你甲这三个加落来，等下咱就会使做娃娃的规身躯。哦，安尼哦。头、身躯个手。对。哦，所以你做这麦仔布红啊，做偌久？18年。啊，你总共做几只啊？我有编号的差不多4600只。是哦。对，啊无编号的，佮无算在内底，因为有些教学啊，还是样品拢无编号。好，安尼，拢做好啊。咱即马先来填伊的头。好，好，所以头爱用这个两片对整齐。嘿，那当然按遮开始填到遮，就爱结束。好，啊，这个所在卖填哦，因为这个所在咱当然要用冰冰甲挤棉花。好，你填了袂歹诶。安尼哦。系啊。感觉佫真顺手。哦，是啊，你唔甘嫌。像咱即马填的，即个是用咱麦仔的后顶，就是咱的迄种咯，骹底迄个后顶迄个所在来做咱的头，甲咱的面。老师，他亲像我即马食，是毋是都爱收线？对。你哪用遮紧？好，安尼即马就使个并管。哦，好。并管。嘿。好，并过了就会使挤棉花，所以等下你就是安尼摕开了，咱按这个所在挤入去，真假你感觉迄个形会使，加就该染迄色就好啊。嘿，他就讲我想要互伊较碰皮，还是面膜较尖的，嘿，你就是挤面仔的时阵，家己会当控制。哇，这安尼就真正一粒头啊！啊，等下爱甲遮，这个所在该锁口填起来。好，直接拎起出来，对。好，爱使先揪者，爱揪出来。啊，要线莫揪到底哦，留一点仔线头伫外口。好，啊，搁继续，嘿。安尼。对，袂歹。好，水。啊，即摆咱手放开伊的线开嘛，所以咱来沿着这个，你这个皱褶。好，我们沿着这个皱褶，你直接撑过来，安尼就好。哦。撑过来，搁该填一粒。哦。啊，安尼还袂结束哦，咱遮搁爱该填十字来固定这个头的所在，较袂小朋友生，伊就叽就掰开啊。哦。所以这个所在爱加强，所以咱要填十字。跟它包啊。搁爱一粒。我沿着伊的皱褶安尼撑过去，搁该填一粒。好，安尼你即马就要开始搁填你的手加身躯，遮爱填起来，遮变一支脚。好。啊，另外这边嘛是遮面对遮面填起来变第二支脚。好。填起来了后，面顶再搁该合起来，就变做伊的身躯。哦。哦，安就变一体成型啊。哦，好。退后一步，再搁前进一步。啊，共款规个拢提起来，对，规个拢填起来。好，咱即马脚手拢做好啊，所以咱来做伊的头毛。好。哦，这是你的，微微的，哦，这是阿弟的。好。好。啊，等下你爱看你的头毛要做偌长。嘿。好，啊，咱即马是来量哦，以遮为中心，所以你要先看你的头毛要偌长。
差不多安尼对吧？嘿，好，咱加落来。好，啊，你即马咱爱先家做几个共款的。嘿，你看你的头毛要偌济，你就爱加几条。好，我头毛在用的。你会较麻烦哦，因为你的头毛爱豆豆啊剃。啊，我之前我天起你啊，我无啥啥呢。对，所以你爱看哦，你看这是你的面，所以头毛伫遮。啊，你看你的，因为我看你的头毛才是垂的对无？系啊，所以咱遮会使先安尼，豆豆啊剃起来，就会变。剃头前剃完，再个剃边啊，再个剃后壁，安就变你的头啊。重点是该剃的干就好啊。好，我安尼先安尼看麦。好。有够乱的。乱，其实较好看呢。是哦。莫想真济，颠倒无好看。对，我继续无要紧。继续。老师，我头毛差不多啊。哦，会使哦。安尼咱会剃伊的目睭。好。哦，你来看哦，其实目睭最重要的，两对目睭的距离该扭较开的，安尼看起来就敢若较幼稚、较细汉的感觉。吼，你若家放遮看，就感觉较成熟。对，这目睭的位拢有吼，甲年岁有差呢。哦，你撑过去了后，直接拄落去，直接。拄喺遮。嘿，对，拄喺遐啊，按即个目睭的下骹撑出来。另外即个目睭的下骹。哇，你要躺到遮去。对，所以爱小。遮，我遮。会使，好。哦。好，安尼遮甲为遮目睭面搁撑落去。对。啊，搁为对面。用好了是搁直接用伊的喙啊、目白啊安尼哦。如果你的线是乌的，嘿，你想要学伊的微笑，伊的喙是乌的，你就用乌的。要不你若是讲你的喙是要红色，你就爱换线。嘿，啊，普通时咱拢是查某拢是学伊红色的喙较好看，啊，查某就是用乌色的就好啊。嘿，所以就直接剃就会使啊。是。这个尖数来，刚刚你画笔共款，要甲画喺这布顶管。但是我感觉这技术搁较厉害。好啊，身体完成啊，足够水的呢。系啊，啊，即摆还未穿衫。对哦。啊，咱等下爱用三支尾仔来做，一骹尾仔的面顶才能爱做伊的衫。啊，这边加起来就做伊的袖子。哦。好，另外这边嘛是共款，这边加起来做伊的袖子，安尼就变一领，好不？哦，真的呢，你安尼比起来，这就敢若一领衫的款。对，对，啊，佮袖子佮 QQ 安尼，感觉袂歹看。安尼咱等下遮做好了，下骹毋是剩三道这，吼，三道这咱共款甲加起来，啊，每一道甲拼接起来，咱就做伊的裙。哦。嘿，所以你安尼规支尾仔拢用会到。对。袂无彩哦。啊，你的今日穿的是即骹甲即骹尾仔，啊，咱等下用即个来做伊的衫。啊，因为你讲要较少年的对无？对啊。所以咱等下甲即个黄丝这个所在保留变伊的帽 T， 加起来了后，咱等下用伊即个所在，因为才有配色嘛。用即个配色的所在，即个松紧带的所在，即个来做伊的手，伊的袖子。哇，足好看嘿，嘞。安尼就会较好看，吼。所以你即马先加遮。哦，老师，你这安尼足厉害呢，因为一双鞋啊，都是生做安尼，你一开始应该会知影讲，这会用个摕来做衫，这个所在会用个摕来做裙。就是爱家己哪做哪想，然后哪变化。好，安尼加起来吼，好，安即马加上扭者，甲扭我松松。嘿，扭个松松伊就会揪起来，安尼较袂遐死，较袂遐死板。哦，袂歹哦。好，啊，搁一支手。好，有诶，你看这帽仔的造型就出来了，哦，帽 T 的造型。有哦。老师，我这顶管衫哦，用啊差不多啊。啊，裤是要安怎用？啊，因为即马是裤头，下骹是裤骹嘛。所以靠两支，所以就爱加。加遮。好。对中加哦。OK。好，袂歹，对。两支手拢剃好了，才有法度甲伊的袖子剃起去。
免用手穿裤，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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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行对诶，啊，好，来，你的裤会当小扭者，你看要穿较长啊，是穿较短，啊我摕围哦，恁紧哦。真正敢若你的啦，对啊，够水的啦，你那伤厉害啊吧？啊配一个，我看，啊，这差不多是几号？9号半。好可爱哦，那只够水啦。你应该配一个，老师你讲我这裤配青色来，敢有配？哦，袂歹哦。哦，配青色嘛好看会。使。较袂伤灰，你若配红的就规拢就灰啊。对啊。啊，我想要配一个这咖啡色的，卡其色的，好。还是爱白色的，你感觉？不过你衫已经白。对啊，所以我配这好啊。嗯。不过你即摆会感觉你安尼剪入去人对无？系啊。对，所以咱内底爱家剪一寡棉花。哦。咱会用棉花甲这围头前正。一方面是学伊的这个形状有无变较好看，吼，啊一方面是学咱的会当穿较暗的。哦，你紧加啡色就对啊。你咧材质淡薄像灰，敢若批画咧，做一只这无简单呢。啊，毋过就好耍的，就知影安怎配色吼，较好耍诶。其实安尼，所以为什么人来遮做一只家己的红啊，伊会感觉做成就感。对，佫会较爱惜，因为是家己好不容易挺足久才挺出来的。是无？所以我甲你讲，今日你就会甲伊讲，星星，这是爸爸，爸爸，你看，爸爸，听歌水，